最后，我劝恁着甲主结连，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咧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即个黑暗世代宇宙的统领者、权力者、掌权者伫咧交战。所以，着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来装备家己，通伫邪恶的日子袂当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阵地。所以，就徛在用真理做大侠，用正义做复兴架枪，用准备好势和平的福音来做围墙，就不时用信心做盾牌，来拍花邪恶者射来火的阵。就用拯救做头盔，用信心做剑，就是上帝的话。就靠信心全心祈祷，常常祈求，就不时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来祈祷。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这时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赞美的诗歌是充满我。
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青属灵的军服。兄弟姊妹平安。而且有咱在座兄弟姊妹伫现场来礼拜，也有侪兄弟姊妹伫咱的线上做视讯的一个礼拜。圣神甲咱三甲同在，互咱无论伫教会，无论是厝内底，还是其他的所在，咱白白拢伫圣神引带中间，用咱的真理甲咱的心灵来敬拜咱的上帝。愿得到荣耀。今仔日是圣神的降临节，所以咱对这方面的一个题目，通常咱较少去接触到。圣神甲咱生活拢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圣神毋但带互咱新的生命，嘛是带互咱快乐。这个快乐超过咱所求所想。咱生活每一个时刻，拢圣神伫凡事中间指示咱、警戒咱、引带咱，加添咱快乐。所以咱必须要对圣神有一个深的一个了解。今仔日咱要特别来讲起到有所书甲属灵的精进有关系。这是一个灵界的方面，有真侪基督徒因对这方面并不是遐重视。这是甲咱生活有关系，因为当咱每一天咱生活的时阵，咱的精进毋是伫属灵中间的精进。早起时，你可能囡仔叫起床一个精进，要赶要上班，要食早顿，然后咱去到学校中间有社会、有学校人际关系、社会工作，有即场中间的人际关系，这系战场。每一天咱都常常伫迄个精进的内面，困难的环境是一个精进。所以疫情若咧扩散的时阵，有可能咱来感讲，这是一个精进，特别就是医疗人员会感觉这是因真大的战场。每一个时刻，咱拢陷入伫真大的一个困难、艰难的环境中间。所以呢，咱来感觉这个精进，平时看得到的精进，已经非常困难。所以讲到属灵的精进，这个超过咱看得到，咱亲像接受会到、感受会到一种的范围吼。所以但是这部分，这是咱更较需要去了解这部分。所以呢，咱有几遍的讲道呢，咱要来讲起这个属灵的精进。要怎样伫这属灵的精进中间，要穿属灵的军装来进入到迄个战场内面。虽然看袂见，但是伊是实在。所以呢，这方面像恳求上帝开咱的心，开咱的目睭，也当互咱来明白这一切的事。咱三甲来祈祷。主，阮伫恩典的中间，因为你将这个恩典赏赐互阮，我会当成做你的百姓，传这你的儿女。你呼召阮进入到你的内面，甲你相结连。毋但阮领受着福气，主毋但阮领受永活伫永生，你所为阮备办的最福气。主啊，你也互阮进入过去阮所毋知，阮无法度有知觉，阮无法度明白的一个领域。上帝啊，恳求你的圣神启示，互阮来明白，阮特殊的身份，阮活伫这个世上看会到的世界，但是阮也是生活面对看袂到的精进。主，恳求你帮助阮，安尼阮会当对你领受一个全新的视野，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人生观，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毋但伫今生，也是未来。毋但是为着地上，也为着上帝的国度。安尼，上帝啊，我会当进入到上帝你呼召阮所生活的领域中间。主，安尼我会当活出合你旨意的一个生活方式。恳求你教阮三甲做伙，这个时阵恳求你圣神开启阮的心，你的圣神引带阮进入到敬拜，无论伫阮在场，无论伫阮伫电脑头前看这的视讯。阮的兄弟姊妹，相信上帝，阮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使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咱每一个真做基督徒了后，毋知你安怎样来定义，还是看待你家己本身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如果咱读圣经，还是研究这个教会历史，早期当这个人真做基督徒了后，当然因的人生会产生真大的一个变化，信仰会影响到因整个未来人生。可能你会问，安尼用这种福气，因为人生开始会当进入到一个平安、幸福、快乐的一个生活甲人生。事实毋是安尼。对早期这基督徒来讲，因的生活可能因为因信主耶稣基督，搁较困难。因的人生观可能甲当时这希腊、罗马的文化安尼未符合，所想的物件、价值观念、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对永生的一个看法，可能甲过去这罗马、希腊人完全无同款。如果伊是一个犹太人、犹太基督徒，有可能互伊同胞认为讲，恁军队这个耶稣偏离阮祖先传统的一个信仰，可能因为安尼来受了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伫早前的时阵，伊要掠这个基督徒，因为伊感觉伊是对上帝热心，这个人偏离这个传统的信仰，所以因信耶稣基督，因受这个同胞迫害甲排斥。伫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有可能受认为这个信仰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因只有拜耶稣基督，因只有拜上帝，独一这个上帝，因竟然无拜罗马皇帝。这是过去是这种信仰，因竟然无拜罗马皇帝，所以因可能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这个咱亲像差不多伫基督教信仰进入到中国、进入到台湾的时阵，同款的早期要信耶稣基督的人，嘛是面对真大一个压力啊，对厝边隔壁人这就真够的，这就安尼无拜祖先呢，有真侪无好遐话，就安尼讽刺，还是侮辱这个初代信主的人。就亲像咱这种年纪的人，阮也10几岁，当我差不多10几岁、17、18岁要洗礼的时阵，嘛有真大一个压力啊！我拢去到教会读册，老爸老母来讲，你教会会使嘿，要去遐读册安尼所在真好安尼。但是你要甲我洗礼袂使哦你千万无得我洗礼这是阮对第一代的人，阮拄着压力，所以阮咧洗礼时偷仔洗礼，安尼。就洗礼了，较等于讲我洗礼啊，你洗礼啊，嘛无法度我就。这种情形，所以信耶稣基督，这是真大一个压力。今日世界有真侪所在，有真侪国家地区，教会有缘受到对政府来，还是对社会来这种的压力，安尼真大压制，袂当互伊真自由，还是做一寡限制。甚至受到真大一个迫害，比如讲，若是伫即个较中东的所在，如果若是伫较集权、较专制的所在，伊无永远教会有真大一个发展，所以伊会控制伊。今日咱所拄着的事伫台湾，可能咱有一寡信仰的自由，无真大限制。问题是，咱有真大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每一个人拢是真辛苦咧工作。果咱现在面对世界真大一个变化，所以咱可能真大这忧虑、挂虑这个代志伫咱生活中间已经有足侪烦恼的代志。除了这真侪烦恼，甲世间、甲一般人同款以外，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搁爱执行咱的责任。有一个姊妹同我讲。我的囡仔安尼6天工作，真无用。所以呢，若要邀请伊来教会时，就感觉讲妈妈，我6天做无用的。礼拜日敢会当休困尔，会当去找朋友，会当互我较放松一点安尼吼。敢会当礼拜日莫去。伊个囡仔是即个家庭中间，伊也袂晓信主，
我来第一个鼓励讲，伊敢若就阮大接触，伊会知影教会情形、少年，所以有伊的时间，这个时阵希望伊会当真大一个休困。咱毋使勉强，时间若到，上帝一定安排。所以我若看见咱兄弟姊妹，六工安尼真无用了后，拜六时啊，伊就来遮准备，可能见拜团，可能遮主日学。礼拜日咱来到这个所在来敬拜，咱来练诗班，咱有一寡来服侍。六工无用了后，继续搁伫教会内面无用。兄弟姊妹，这是因为咱一个基督徒，所以咱得承担比别人搁较大的一个责任。咱要维持一个敬虔的生活，无遐尼简单。除了甲别人过共款的生活以外，咱阁有咱基督徒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咱的生活其实有真侪困难，咱的人生其实真侪复杂。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成功神学哇，就成做一个教会一个主流。哇，大家真爱听这种成功神学的册，我嘛真爱去买啊。所以买时感觉讲看这个内容，互你感觉讲，作有激励性的吼，伊足了解我的我心理的问题啦，我的艰苦的问题，拢知影。我嘛有时讲即种的讲道，就感觉兄弟姊妹都真困难啊。咱嘛讲一寡话，互伊激励安尼，互伊感觉讲，都有了解伊，体贴伊安尼。嘛互一寡承诺，这个承诺就是讲，你若信主耶稣基督，你会得到怎样解决真侪问题，这个代志。所以这个话，咱像种打蛇的所在，互咱的心有种望，搁一种滋润的感觉。已经足艰苦，莫搁讲一寡较沉重的要求啊，安尼吼，讲伊爱听的话，安尼。对着咱真复杂的人生生活中间真侪困难，有时咱会将信用做一个真简单的处理。咱就有即种公式，你若遵照即个公式，咱的信用就解决真侪问题。即个公式，就咱亲像讲，咱面对人生中间即个困难，你都毋免真伤挣扎吼，你就毋免伤挂虑，你就毋免伤忧愁。你若信靠上帝，逐项该交代互上帝，伊就替你备办好势，处理到真好势，安尼吼。互上帝带你接手管理，你也免伤挣扎，安尼上帝听咱会替咱成就一切。你就享受平安、喜乐、安息。信用真简单，你就像拍开窗安尼，风就入来敢毋是？你就拍开窗光就入来遐尼简单。简化咱的信用的问题。咱亲像信用就是遐简单。这个话，互咱真激励，感觉真安慰，带互咱望。甚至有当时也是真简单你用信心宣告，用信心宣告。最近就看到一篇伫这个 Facebook 中间传来宣告，靠信心宣告，讲病离开，健康回来；困难离开，幸福来；丧丧离开，财富入来，安尼忧愁离开，平安喜乐入来。宣告安尼就有啊。姊妹，阮做无需要久，无花愈久，慢慢理解。除了家己本身的体验之外，兄弟姊妹侪问题。生命无遐简单，信用无遐简单。无得有一种的公式，你若信心，啥物代志拢解决问题，这种简单的公式来完全处理。我嘛是做信心宣告我嘛是鼓励问题犹原存在，需要常常爱做事，陪伴兄弟姊妹，探访兄弟姊妹，然后关心伊有做这个问题。咱咧做关怀事工的兄弟姊妹，咱咧中级就知影，常常爱去到家庭中间，常常来讲起这个问题，拄到病痛的问题，家庭中间的困难的问题，死实的问题，兄弟姊妹。咱无得用简单的一个公式解决这个问题。圣经内面，如果咱若认真去读，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记载真侪这个事迹，也是这个新约的批信内面所写的，拢是这种鼓励，
拢有一种劝勉。为什么爱做这个代志？因为当咧写批鼓励因的时阵，记载这个时阵，上头记载着真济伫内面所拄着的问题。当时初代教会内面，因面对各种的困难压迫，所以若要军队主顺探主耶稣基督，因为拄着真大的迫害，无遐尼简单，无遐尼容易。所以伫这真大患难中间，常常爱鼓励因坚强、忍耐、徛在，这是常常伫圣经内面所看到的代志。无常常说平安喜乐行通自在啦，信主拢临到你无安尼。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其实若立志伫耶稣基督内面要敬虔过日的，要过敬虔的生活的，拢会受迫害。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伫教会中间，现在咱无受迫害，但是你若要敬虔、真忠实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服侍伊，你要付出真大的代价。6天无用，5天无用了，拜六礼拜过来才无用。我哋毋知影咱兄弟姊妹安尼真因温困努力，伊要安怎样去休困安尼。加起就是讲下晡时大小少去爬一个山，但是有真侪人。伊若无信主，免来教会，伊搁2天去度假、去爬山、去露营，真自在啊！咱比人搁较劳苦。所以今日咱要进入到一个主题，《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所讲的，头前拢可以讲到信仰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然后最后伊对教会来讲起一项，最后。你着甲主耶稣基督连结，我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我讲恁着甲主结连，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兄弟姊妹，这个所在，这是一种呼召，咱着要做坚强的人。为什么安尼讲，安尼鼓励？因为教会拄着真大的艰难。伫患难中间，就是爱忍耐、徛在，所以爱坚强。因为信仰是需要坚强去持守的，所以这甲咱过去所想象的我着真软弱，我着有平安喜乐来当得到这是该好圣经所应允的，甲咱今日所想的无共款。有时你讲牧师有啦，就讲这个若劳苦重来到伊的面前，要互咱得到安利，敢无？我去查过圣经的时阵，这种的劳苦重安息，甲咱所想的可能无共款，真正无共款。我捌讲过一篇的道，所以后来就毋敢用一句话安尼去鼓励这个代志，因为讲的意思，甲咱想的意思无共款。咱讲有啦，就主耶稣基督讲你若是安尼伫伊内面伊要将平安赏赐互咱，伊所受的赏赐的平安，甲世界平安无共款。后来我去读的时阵，我觉有2字我拢无注意到。伊讲我要将我的平安赐互恁。这个平安毋是世上的平安，所以你若想象我平安就心情平安，无烦恼就逐项过了非常通顺利，逐项拢无病痛逐项拢足好的安尼这我就有平安。兄弟姊妹，如果你若信耶稣基督，你爱这种平安，可能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这是世上逐个认为的平安，嘛是真好，但是我的平安甲这无共款。所以当咱若是讲我信耶稣基督有平安的时阵，应该加一句：我信耶稣基督就有主耶稣的平安。这平安我捌去写安尼去做研讨写一个小论文都发觉平安甲咱平时所想的差一个太多了安尼。所以呢，我都对这平安有一个兴趣。咱都常常讲平安咱嘛说期待平安但是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有机会咱当对这个平安来做一个探讨，但是嘛可能爱
2、3遍的讲道啦，吼安尼。啊，你就知讲平安即个要探讨的物件真多。兄弟姊妹，圣经内面毋是讲咱若信主耶稣基督了后，咱就平安喜乐，当代志亨通顺利。咱是讲到信主耶稣基督，咱个需要对伊领受着快乐，然后做坚强的人。信主耶稣基督，咱所面对的，毋但是咱平时生活应该的问题，而且咱进入到一种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有所书第6章讲的，咱是进入到一个精进的状况内面。所以爱坚强，爱壮大，就爱亲像做兵的军人，就爱像上帝手术的全副的军装。安尼，咱才都伫社会日子、困难日子、抵挡对敌，还佫会当有关徛在。兄弟姊妹，这是对咱一个呼召，毋但呼召咱得到福分，毋是呼召安尼咱所期待平安喜乐，逐项拢真交织，伊呼召咱进入到精进内面。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感觉足沉重的。圣经无讲咱会当免除责任，嘛无讲咱会当对真侪困难脱离，嘛无讲咱着真软弱，生活困难真多，所以亲像过去所教导的一项，咱若信靠耶稣基督，咱若有信心，咱就将逐项代志交互耶稣基督，然后咱的双手一摊。抱着伤，然后讲上帝，我交代互你啊，所以你会替我成就一切事，听候上帝为着咱精进，然后咱甲对伫后壁遐收一寡战利品安尼一切拢非常完美，拢真好的结局。以弗所书第6章当然讲，毋是。咱就要靠主耶稣基督，盖结连我靠伊大能力做坚强的人，然后做什么？准备进入到属灵的精进。所以圣经内面，上帝呼召咱成做一群坚强的人。咱毋是听候主耶稣基督替咱精进，咱是呼召咱做伙进入。加入主耶稣基督军队，甲伊相同精进。兄弟姊妹，你敢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有时你会感觉讲，无说我的信主都希望得到平安喜乐啊，变做更坚强，这太强人所难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呢。我都无感觉我是坚强啊。每一工若起床的时阵，我就叫囡仔起床，准备款内底，去到职场的中间咧拍拼做业绩，佫有一寡遮的争端竞争，这是我的精进。可能有一个真侪问题你拢毋知影，病痛的精进，阮有真侪财务的精进，一大堆。兄弟姊妹，这是我所感受到人生真侪困难，我会当。体验到就是我的软弱啊，我的野心啊，我的疲劳啊。我为着这较来信耶稣基督，我也知影有时我无法度抵抗这个罪恶，我非常软弱，所以我信耶稣基督，伊当救我。有时我甲人相争，我就争袂赢，安尼，大家足厉害，我就战袂赢，我要甲魔鬼相战，好有法度啊。所以坚强对伊来讲，可能是一个足重的负担啊！对我来讲嘛，可能是，所以有当时要体贴兄弟姊妹，大家拢足软弱。我说你可能毋捌软弱过，我来讲我足软弱。咱拢共款伫软弱的中间，所以只不过有时咱若做牧师的人，去到一个所在，牧师我需要来祈祷，咱就替祈祷。到真正兄弟姊妹，你若看到伫个面墙的中间有写着真侪软弱2字。忧愁、挫折、无精神，伫个面有软弱2字，这是真侪兄弟姊妹的一个状况。
所以咱常常要陪伴兄弟姊妹听你的问题，替伊来祈祷。安尼，你无说话，你感觉你是真坚强的人，我回答是，有时爱坚强啦吼，有时不得不坚强，但是大部分时间拢真软弱，这是状况。有时常常对上帝祈祷，有当时嘛无法度讲话，无说上帝就真软弱，求你帮助，就安尼尔。在咱体贴来圣经内面讲，咱有讲袂出的吐气，咱家己有真多问题，我嘛家庭问题啊，阮的囡仔问题啊，其他问题拢嘛是爱烦恼啊，搁爱承担兄弟姊妹的问题。上帝真软弱，恳求你帮助，无法度做啥物。这是嘛是我的情形。你有感觉你是问题，你是软弱无？你嘛免为了安尼来感觉安尼歹势见笑，那亲像无符合讲这个坚强的一个要求。如果你若是讲你是软弱，这是实况，真实的状况，大家拢是安尼，你也免自责。有一个互咱真得到安慰的消息是，保罗嘛是非常软弱的人。伊安尼讲，有啥物人软弱？我无软弱呢？大家拢软弱，恁软弱，我嘛软弱。但是保罗讲一项，但是我要夸口我的软弱。这都夸口，软弱有通夸口的。你感觉足歹势啊？我感觉你好弱弱的时阵，你就感觉讲，这一个歹势听不起头啦。但是保罗讲，我要承认，我要被夸口我的软弱，甚至我的软弱。我拄着凌辱，我拄着艰难，我困着困苦，我拄着迫害，我要夜者做欢喜的事。这实在是跟咱想象无同款。因为主捌对我讲，我的恩典够额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显出完全。最后说，基督嘛知影咱的软弱，但是讲我的能力要伫你的软弱中间显出完全。所以保罗安尼讲，我什么时阵软弱，我什么时阵就刚强起来。所以咱毋免伤过天真，袂感觉讲我是坚强的人，我就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软弱。保罗无安尼讲，保罗讲我要讲我的软弱。因为伫我软弱中间，可以让显现主耶稣基督伊的恩典够额，伊的能力够额。所以其实咱的性命拢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咱就应该承认伫咧暗示的中间。一个是软弱的本性，这个本性咱知影，咱有邪恶，咱有罪，咱有肉体情欲，伫咱的内面，互咱陷入到软弱内面。这是咱现在常常经验到，咱的本性内面一直拢存在，什么时候拢存在，精神内面的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咱是一个顶头生的人，咱有领受一种新的性情，咱有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有一种新的气力伫内面，圣神住伫内面，带互咱气力。咱的责任就是爱真主动，互这种生命慢慢成长。互咱伫咱内面的能力，会当无阻碍来显明出来圣神的气力。相信有人讲，毋敢承认伊是软弱，所以要表现出伊的刚强。我靠我家己，我有能力，所以承认软弱，这是非常安尼无民主的一个代志。抓做家己刚强，常常强调家己有气力的人，可能伫内面真有脆弱的一个表情，掩饰伊的脆弱，暗藏伊的软弱，毋敢承认伊的软弱。这种人有可能一方面是暗藏，一方面是无了解伊的软弱的本性，伊忽略这种软弱，去夸大伊家己的能力外散。常常有当咧甲伊讲话时，就感觉讲会作为迄个自信，过度的自信，安尼，愈少年愈这种自信。咱有年纪的人拢哈哈哈哈
咱笑笑安尼。愈来愈知啊，对啦，啊都尽量啦吼安尼。你若甲少年人讲的时候讲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吼安尼。咱有年纪啦，尽量啦，尽量吼。所以有这种情形，掠做家己刚强的人，伊无了解家己的软弱本性，夸大伊家己的能力。但是一方面，对着咱明白家己软弱，承认家己软弱，知影家己软弱的人，有时咱伤过强调家己软弱，但是忽略上帝赐予咱新的生命内面所蕴藏能力。所以呢，咱就安尼我都软弱啦，然后嫌你要到迄个软弱漩涡内面安尼。你若甲伊讲的时候，无法度软弱无法度。圣经内面讲，着我靠伊的大能力，成做坚强的人。保罗后来写配合提摩太，伊安尼讲：我夸口我的软弱。但我继续尽我使徒的责任，主耶稣徛伫我身躯边，加添我开力，互我坚强。安尼福音的信息借着我传开，万国的人听到福音，而且伊拯救我对狮的喙，互我脱离出来。兄弟姊妹，一方面伊承认伊的软弱，但是一方面伊是尽伊的责任来进行。所以有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好。保罗带着家己的软弱向前行，安尼，然后靠圣神赏赐伊的开力，尽心去做。上帝加添的开力，互伊会当继续伊的工作，完成伊的工作。咱咧想这句话，伊带着伊的软弱向前。我相信咱拢是安尼。咱袂因为咱的软弱，咱停伫遮；咱袂因为咱的软弱，所有代志拢放伫遐。爸爸妈妈非常厉害，因非常的野心，但是当然嘛是同款，带着野心软弱，嘛是爱自杀的。伊可能较晚困，但是早起的时阵，伊嘛带着安尼困无饱的软弱，就爱叫大细时拢起床，带着软弱向前。姊妹，这是咱每一人生活一个方式，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原则。我是带着软弱来服侍。有时咧感觉讲牧师你无可能软弱，我大家都需要你，你不能软弱。你敢知我上爱软弱的时阵，什么时阵？你敢知？礼拜日下早起，要讲到以前上软弱。常常拢是安尼写讲经，有当时写到暗时。牧师你较早的，你毋知影习惯的问题吼。有当时会感觉讲，这可能会当真早完成，但是安尼讲经愈写愈愈写愈多吼，愈写愈袂收煞。常常拢愈写安尼到尾啊，拢超过迄个时间。早起时困无饱，可能是软弱，然后拢是爱记得讲上帝这要起来吼。帮助我，有时若要做的嘛是无啥爱做的今日若莫做的是毋知偌好咧，会当去到其他的所在安尼。勉强带着软弱带领聚会，但是足奇怪，就真个牧师共款咧祈祷，非常软弱，有一寡艰苦，去到我台顶的时阵，就毋知迄个气力怎样来，就真有气力，然后服侍了，佫两个。有时咧感觉参加做的时阵，就感觉要参加的进行，就心情无真好想要放松一下，但是带着软弱继续服侍的时阵，这服侍中间气力重新恢复，都就是自会煞的时阵，服侍了佫有气力，袂愈善。咱姊妹，这就是咱的问题，带软弱、尽咱的责任向前行。所以，如果你若听到讲，你著当代志交耶稣基督，你拢免做啥物物件，你拢免挣扎，就伫安尼等咧，伊就替你完成这个代志，
这毋是正确的教导。所有的教导拢是咱的软弱有上帝帮助，咱的软弱有上帝帮助，所以上帝是帮助者，毋是替咱做一切事。伊是帮助者，所以重要就是咱的行动甲上帝的能力结合做伙，安尼咱会当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咱会当完成上帝交付予咱的责任。咱拢是伫这带着软弱向前的一个状况。弟兄姊妹，所以伫咱中间，咱承认软弱，但是咱袂因为陷入到软弱的漩涡内面，啥物拢免做。咱也免接受这种观念，讲因为你交代上帝，安尼啥物代志拢毋免做，伊就替你完成一切事，无这个代志。保罗伊是讲，咱拢伫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场咧跑走，咱毋是伫迄个看台上的观众，安尼拍拖就好。所以咱也袂当照主耶稣基督讲，主啊，我咧跑走人生的路程，但是我就非常软弱，所以我咧交代予你，你替我走，替我走这个路程。我有信心，相信你一定会替我走线，然后替我赢这个赏，赢这个冠冕，无少代志。保罗讲，我是伫运动场咧跑走的人。我是参加竞赛的人，所以我必须要靠耶稣基督。这个我家己克服我的软弱，克服我的惰性，克服我身躯的野性疲劳。我靠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刚强的人，安尼我会当走完属伫我本身的赛程，替我家己来得到胜。你是个参悟的人。所以伫这个所在，无因为咱种软弱的借口来讲，我什么拢免做，也免因为讲我着信耶稣基督，所以我免尽我家己的责任。咱拢是伫奔走家己的道路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讲，咱着甲主耶稣基督结连，靠伊的能力做坚强的人，这是种呼召。主耶稣基督知影咱软弱，但是靠伊能力。这有几项，咱要知影怎样怎样做坚强的人。第一，甲主耶稣基督结连。这个结连就是咱有一个得救的一个确信。咱知影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怎样甲上帝建立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必须要知影，你对救恩有一个确信。你知影你是属伫上帝的百姓，因为你属伫上帝的百姓，所以你才会进入到这个情境内面。因为咱是属伫上帝的国度，但是也因为咱是属伫上帝的百姓，是伊的儿女，所以伊会保护咱，伊会供应咱，伊会做一个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开咱。所以，如果咱是相信，咱是大君王主耶稣基督儿女，伊是大能力的爸上帝。安尼，咱做伊的儿女，咱会知影，咱有这个信心，知影伊伫咱身躯边。正如保罗讲的，拄着真大的困难，拄着真大的征战，但是主徛伫我的身躯边，加添我开难。这个主要所基督所做。所以，伊是咱的爸上帝，咱对救恩要有一个确信，伊伫咱身躯边。因为咱是属地。第二，明白上帝的能力，大能力。这种能力，毋是咱家己咱做甚物，这个部分是上帝为着咱所做。这个部分手术能力，是因为伊是大能力的来源，而且伊设定这种能力，真做咱会当克服所有软弱的一个资源。你的问题，毋若承认家己的软弱，知影家己的软弱，你较需要就是我知，所以我必须要靠耶稣基督。这是圣经内面所讲的。所有的能力
坚强的人，拢毋是靠家己诚做坚强，拢是靠上帝能力来诚做坚强。第三，既然咱明白上帝伊是有大能力，安尼咱就要伫祈祷中间归咱的上帝，对伊领受即种能力。所以，诚做坚强的人，毋是讲我着安尼，互家己较有气势安尼吼。我着一个较强势的人，安尼有人知影做形成迄种很有气场的人，哇，气场很强哦，安尼看就是很安尼，做迄个气派，迄个感觉，迄个气势，迄个感觉，哦，今日足厉害啦。有时咱惊即种人，咱软弱的人要怎样？过每一天平常生活，有时嘛夜深疲劳，压力真大，你会感觉讲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最坚强的人，毋是咱常常处伫迄种真高峰安尼，真有能力即强势的状态中间，表现出一种真坚定，人会惊迄种的迫力。你可能是非常温柔，过一般的生活。然后你也是感觉夜深软弱，但是伫个所在做坚强的人，意思就是艰难的环境临到的时阵，困难临到的时阵，咱转向上帝，对伊来祈祷，转向上帝来得到及时的帮助。所以咱的软弱有上帝体贴咱，希伯来书讲的。咱的软弱有上帝体贴咱，伊真正体贴咱，但是咱就是需要内面艰难环境的时阵，咱转向上帝，伊就赐咱及时的帮助。坚强的人是安尼来得到。第四项，咱来过一种真有纪律、操练咱家己本身坚强的灵性。即个方面，咱知影常常真侪人去做肌力训练，去到 gym 里面，去到操练身躯。有时你若到一礼拜，你无安尼训练，你的气力，这气力要去重新开始足困难。你若一礼拜、两礼拜无去到运动场遐走的时阵，你要开始去走，哇，你就走袂遐远。我若常常咧走的时阵，可能10年，算捌4-5千公尺。但一两礼拜无去走的时阵，拢走4-5年、5-6年，就真艰苦收场回家，软弱去啊！你若无常常安尼操练，你就软弱。所以保持健康，保持你有气力，你都要常常操练。你身躯是安尼，百炼成钢。灵性嘛是安尼，你要真做一个坚强的人，你嘛需要常常操练你的灵性。这个操练包含咱的祈祷、甲上帝的关系，操练咱本身温顺，操练咱这种的温群做工。所以人常常咧警告，袂甲伤用的，你若伤用就足危险的安尼。甚至讲无说退休袂使伤用的，找代志做。你若退休伤用，足危险吼。如果咱的生活内面伤过用，已经显然足危险。这个像大笔共款，过去拢是安尼战场内面战士，有一天战士拢结束，安尼真用安尼困家堡困较倒安尼吼，出问题。这是犯罪的一个开始。所以伤用有当时互咱陷入到这种的犯罪软弱的危险。所以保罗伊安尼讲，保罗讲你得温群做工，温群做工，这若毋是讲得个温群做工来达到服侍一个成果，温群做工也讲出咱伫温群内面适度的压力，互咱成做一个坚强的人。所以这是咱生活中间的操练。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是怎样。你的日子怎样，表示我伫我的日子中间最需要气力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你当经验到迄种气力，那是有你做代志，
你需要迄个开力，因为你是跑走路程中间。如果你有一天讲，上帝啊，我拢交代你，我伫迄个所在听候你完成你的工作，你无需要开力。你一点仔都无需要开力，因为你全坐伫遐，无做啥物代志，啊，咧营养谈遮，你无需要开力，所以你也无法度去经验开力。但伫个所在，啥物人需要开力？稳棍的人。啥物人需要开力？软弱，但是带着软弱继续向前尽伊的责任的人，会当经验到开力。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到一项，上帝呼召咱，第一，教主耶稣基督责任；第二，我靠伊的开力。为什么你要我靠伊的开力？因为你是需要开力的人。为什么你需要开力？因为你是一直咧跑走你的路程、尽你的责任的人，你需要开力。安尼，你会当经验开力。当咱每一个人带着软弱向前的时阵，咱会当经验这个开力，而且成做一个坚强的人。接续，伫个所在讲到要怎样进入到征战，接续就是穿属灵的军装。兄弟姊妹，你若去看伊的战士咧战的时阵，钢盔、背包、武器，还佫有真侪这个装备。如果你若是坚强的人，你无法度穿这军装；如果你若是无坚强，你无法度穿军装，你就无法度征战。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咱是受呼召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内面。但兄弟姊妹，第一个条件，互咱成做坚强的人。要咱成做坚强的人，教主责任，我靠伊的大能力，带着软弱向前，主耶稣基督呼救，圣神赏赐互咱开力，互咱经验圣神无穷的开力，显现伫咱软弱的生活中间。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需要你，你知我的软弱，我也知我的软弱。主啊，但是恳求你透过你的话鼓励阮，阮夸口家己的软弱，为着要互你的稳定甲能力完全显明伫阮身上。只有阮带着软弱向前尽阮应该尽的责任的时阵，主阮就要经验你无穷的能力。安尼，我会当来体贴明白上帝啊，你无限的稳定能力。显明伫阮的身上，互阮无夸口，毋若夸口阮家己的软弱，也要夸口阮的主耶稣基督稳定能力、教业万用。主啊，也透过阮愿意带着软弱向前，尽阮的责任。上帝啊，我会当经历明白你的能力是何等伟大，领受成做一个坚强的人。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互阮软弱的时阵承认，安尼我无够软弱，因为主耶稣基督成做我的帮助的开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请咱三角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64首。至诚的神，互听阮祈祷，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稳定甲温顺，互阮得到智慧甲财物，当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对你的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谢谢。这是来报告，我用华语来读。本主日6月5日是圣灵降临日，还有端午的连假。愿上帝保守众弟兄姐妹假期愉快，出入平安。本主日维持2堂的礼拜，欢迎兄姐参加。新冠肺炎在台湾扩散，本会还有教界的兄姐陆续有确诊的消息。上帝眷顾，逐渐都康复健康。愿上帝保守我们都平安。公园教会防疫的因应措施包括以下：第一，就是我们2堂的主日崇拜维持实体与线上双轨进行，请众兄姐自我评估健康的状况，酌情决定是否参与教会的各项聚会。第二，各事工团队自行决定聚会的方式，并且报备教会的办公室。第三，私会同工如果有服事的同工如果有健康的疑虑、快筛阳性或者需要居家隔离，请事先通知教会办公室或者是相关的同工，以便调度安排服事。第四，教会兄姐或者是团契的小组内有确诊需要任何协助，请联络关怀团队，美圣长老。第5点，提醒还有鼓励兄姐要施打疫苗追加剂，像是第3剂，然后第4剂。好，报告的第3点，近期教会因为事工需要办理2项事工的专款奉献，请兄姐关心。奉献，第一个是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第2个是7楼音响新购设备，预算是18万。下个主日2堂礼拜的预告，6月12号，第1堂华语，第2堂台语，是由本堂的黄同佩牧师主讲，穿戴属灵的军装，第2讲。好，经文跟今天是一样的，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8节。那在6月19日的2堂礼拜，讲道者是救世传播协会的牧师张建生长老。最后教会的消息，第一个，总会对于美国尔湾台湾长老基督教会枪击案的回应是：疼胜过暴力，爱看见盼望。这个海报张贴在1楼的公布栏。第2，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举办2022年日光少年营，在8月2号到5号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营区举行。第3，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定于7月6号到12日举办2022年我爱台湾宣教营。第4，嘉义中会斗六教会6月12日下午3点举行杨忠明牧师就任第14任主任牧师，以及陈秋月牧师就任教会牧师受职礼拜。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因为关于这个疫情这教会有几项咱的措施吼安尼，这其实足侪咱已经知影的代志啦吼，而且特别去做一个强调。那有接到咱教会兄弟姊妹伊确诊的一寡消息不过咱拢有叫咧跟进去关怀吼，目前拢已经有恢复吼所以这个疫情其实拢发生伫咱身躯边吼有一边阮差不多一礼拜外前阮有读书会拢牧师9位伫咱教会聚会隔天我就接到一个社交距离 APP， 来讲你甲迄个确诊者有密切接触我是啥物人我嘛毋知影吼安尼结果隔天了这个读书会中间一个牧师坐伫我对面，伊就讲抱歉我有来参加，但是我确诊啦安尼，我真足紧张的安尼
后来其实拢无啥物问题啦吼，就是讲，这就发生伫咱周围的中间吼，所以咱有兄弟姊妹若有确诊，其实慢慢歹势，讲我歹势吼，互大家危险安尼，这是普遍存在，嘛已经足侪教会牧师确诊，所以我本身嘛有一种警觉。我著教几位吼，伫咱捌一只讲道的，比如讲新老生啦，还是咱就一寡长老，来讲吼，拜托恁个加准备一篇讲章吼，我若安尼万不得临时确诊吼，恁著随时吼，我著密起来，恁来讲道所以有兄弟姊妹你有即种疑虑，还是讲你著需要密切接触者，还是讲有确诊这个代志你搁服师吼，所以你来教会讲咱著做一个调度，拢不要紧吼，安尼。那为着这已经有确诊这兄弟姊妹来祈祷，有的是全家，有的是几位安尼吼，不过拢是有主来保守，慢慢因拢有这个恢复。要来伫这所在读迄个燕如执事吼，以下互咱教会批，安尼。那5月7日。伫睡梦中安息，伊其实已经有病痛一段时间，差不多2年外，不过伊拢真保留，拢无爱讲所以咱是到后壁才知影讲已经安息但是知影一定拢伫咧破病中间，所以5月18安息，5月7日安息，5月18火化树葬。安尼这是已经完成了，咱较知伊也特别打这个恩典礼仪公司，特别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袂当互教会知这恩典礼仪甲咱做密切关系，伊嘛是真困难哪会使无教会知影但是特别强调袂使教会知所以这个结束了，咱较知不过呢吴老师、钟良老师伊就讲其实伊拢安排好势所以伊也知影即个日子会临到，所以呢，伊就安尼已经拢伫将所有个别的批，要亲情、要朋友、要教会批拢写好势安尼安排好势了才互教会安尼所以我要读伊互咱公教会一个道别信教会中关心发生在我身上以及我家庭中的众弟兄姐妹平安。抱歉以这种方式来告别，我的家庭人口不多，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再加上考虑要让家人从悲伤不舍的情绪中尽早脱离，只能选择如此方式，一切从速从简，尽早完事。如果在下还能有让你想起的地方，怀念一下，我心就满足了。不然就让我像以利亚如风被上帝接走。谢谢以马内利，愿上帝继续赐福公园教会及众兄姐这是伊写互咱的批啦我相信同款的批嘛是写互伊的亲友安尼所以咱继续来关心这个钟良老师。即马厝内底就是伊太太民芳甲伟翔甲吴老师3位，所以伊咧讲人口就简单无互伊对这项代志造成较大的负担我想这是真体贴啦就讲这是真体贴用这个方式当然道别所以咱做伫兄弟做毋甘安尼但是我相信伊阁有真深的考虑然后伫这疫情中间做真好这安排安尼，所以咱继续替来祈祷来关心。请咱三角来吟祝福车肯的诗信诗389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吟。
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